新一年啦，用一個新嘅音樂班底，就係 Gareth Chan 同埋陳詠謙嘅班底合作啦。咁今次呢首歌叫 Love Is On The Way 啦。今年我好想出一啲關於用情嚟做主題嘅歌，不論佢快定慢。我覺得之前好多時候都會標榜啊，你出快歌，你出跳舞歌，你出慢歌，慢歌就係情歌。但係其實外國有好多一啲快歌、跳舞歌，其實嘅 topic 都係講愛情啊。因為我覺得我之前有好多歌，特別係快歌啦，都可能係講一啲自己 ego 上嘅嘢。咁我今次就想用愛情去做一個主題去講呢件事。咁我呢首歌其實最主要係講你追求你嘅一個心儀對象嘅時候，你內心一定係會好激動、好澎湃，即係我俗稱嘅嗰個鐵達尼極限啦。男生又好，女生又好，你就算係一齊咗之後，你都可能未必做得翻嘅，因為嗰個時係你會最俾呢一個愛情嘅荷爾蒙沖昏咗你嘅頭腦，咁所以嗰陣時做嘅嘢係會最瘋狂，我覺得可能一直都係諗冇做過噶，俾自己好多無窮嘅 FF 去幻想，其實已經夠開心。MV 咧其實有幾個元素啦，咁首先就係一個男性荷爾蒙非常之強烈，大家都要着西裝嘅一個 MV 啦。咁就我今次第一次嘗試係喺 MV 度同女主角去一齊跳一個雙人舞，大家細心睇嘅話，其實今次會見到好多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少少嘅 elements 喺入邊。因為我自己今次做呢隻歌嘅時候，我同 Gareth 傾到話，我好想做一隻好 fun 好 upbeat，即係我想做一隻同我以往嘅類型完全冇嘅跳舞歌。以往做嘅啲跳舞歌可能都係比較澎湃啲，我想今次我玩嘅快歌係我想用另一個開心啲嘅心情去 fun 啲嘅心情去應付呢件事，咁所以就同 Gareth 做咗呢隻歌。今年啦，我覺得係我想轉一個方向係，想玩啲新啲嘅跳舞歌，可能係 man 啲，可能係着下西裝跳舞咁樣嘅。其實我今年係 set 咗一個目標，係希望所有嘅作品，不論快歌又好慢歌都好，都係以用情嚟做主題，可能係一啲唔同嘅愛情故事，當係一個說故事嘅人咁樣，希望可以講一啲唔同嘅愛情故事俾大家聽。我自己都會消化自己嘅愛情觀或者對愛情嘅睇法。咁年紀大咗，同以前嘅睇法一定係有唔同嘅。反而我依家想探討嘅嗰件事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究竟係點樣啦，點樣去經營啦，都係一個學問啦。我覺得愛自己啦，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咁我自己都學習緊，咁就希望係喺自己學習之餘，就有啲咩得着就可以用一個唔同嘅愛情故事或者唔同嘅睇法去話俾大家聽。希望我嘅嚟緊可能出嘅一啲關於愛情主題嘅歌，俾到人哋一個反思或者係討論嘅空間。喺左邊個鼻哥窿開始擠提啊，開始雨季警告泛濫，但係 OK 嘅，始終呢啲都係女士係會比男士辛苦啲。你見嗰啲頒獎禮啊，嗰啲女仔嗰啲都係唔要命嘅，通常都。我梗係黐暖包啦，我咁虧，我黐2個添。